另外一個咧就係譬如頭先所講嘅，舉個例係販毒或者運毒。如果你因為佢年幼，好似你各位同學一樣，10零20歲，咁樣初犯或者乜嘢，咁我俾個機會你啦，咪盡量減，可以得。但係個問題咧就好大影響啦，因為黑社會大哥咧第二次知道陳官咁判咧，佢就揾個後生啲嘅判噶咯喎，揾個後生啲嘅罰去運毒噶咯，係咪啊？如果我判個阿伯80歲，佢運毒，我話80歲、90歲判輕啲啦咁，可能最多阿伯就可能做到一樣好事。但係咧黑社會大佬咧，以後次揾個85歲個人運毒噶咯喎，係咪啊？所以呢個要睇下成個整體個嘢唔容易嘅，有時唔係容易嘅。咁所以最難就係呢樣嘢啦，係嘛？你話為自己過唔過到關就係一回事。我呢個問題咧係企喺男性嘅角度嚟問嘅。成年男士咧同未成年嘅少女發生性行為啦，男性就會被檢控啦。但係早前咧我就聽到一單新聞，就係成年嘅家姐同一個未成年嘅細佬亂倫喎，但係判案咧仍然都係細佬被檢控，但係家姐係冇嘢嘅。我想問下陳官，你覺唔覺得香港嘅法律咧對男性係有啲唔公平或者不足咧？如果有嘅話，你又覺得有咩方法可以減低或者改善呢啲咧？好，唔該晒。其實咧個問題咧有幾個有原因嘅，就係話法律上始終咧，即係社會啊，係始終咧係有一個係男性嘅 inclination。理論上係一個男仔或者個男人同一個未成年嘅少女發生關係咧，就算係同意都唔得，唔同意當然就當就係強姦啦。但係你就算同樣咧都唔得。點解咧？佢因為會保障嗰個細路女，所以要懲罰嗰個人。但係點解你唔罰個女嘅咧？根據刑事法咧，兩個應該一齊有罪嘅喎。因為呢個咧係與未成年少女發生關係啊。呢個女嗰個未成年咧，理論上係協助佢發生關係啊，係咪？你同意啊嘛？係咪啊？呢個兩個都有罪㗎，係咪啊？但係咧法律上嘅就係個男人社會個陰影咧，就係話我哋保障婦孺，所以咧女性咧係 victim， 即係受害者，所以我唔告㗎啦。即係個原因就係咁解。但係你頭先所講嘅樣咧，就係要視乎嗰個法例嘅原本。所以咧，佢就話為咗我保障嗰個婦孺咧，所以就算個男嗰個咧，而相信有理由相信個女嘅未夠13或者16歲咧，就都冇個特別理由，一樣有罪嘅。所以冇得假嘅，即係就算佢呃你，你都係有罪㗎啦。即係原來未夠年齡唔得，所以個精神就係想保護嗰啲婦孺。點解咧？個目的就係想阻嚇嗰啲人。你要同未成年少女發生關係嘅時候咧，你要搞清楚犯法真假你都好，你都有罪嘅。即係佢話俾你聽我18，話俾你聽廿幾歲，其實佢未夠咧，你一樣有罪。你唔可以話我以為唔係啊，唔好得以為嘅。咁所以個問題就係睇下個法律上係想保護乜嘢咁解。頭先即係聽到好多好有趣嘅問題，估唔到陳官個人原來係咁幽默風趣。係咯，同想像中嘅法官好唔同啊，仲特別親切添。其實法律都唔係咁無情嘅。法律不外乎人情啊嘛。今日真係大開眼界啊！我都係啊，希望大家同我哋一樣有咁多嘅收穫啦。我哋下集青年領袖教室再見啦！拜拜。我不嬲以為呢啲法官都係會係嗰啲黑住塊面啊，好懶係嚴肅啊，跟住講啲又沉悶又係懶醒嘅 speech 啦。但係今日呢位陳官俾我嘅感覺就係一隻字形容 impressive。所以今日呢一次嘅 lecture 咧，對我嚟講呢，就係話俾我知究竟，除咗話俾我知乜嘢叫法治精神之外呢，更多都係話俾其實係話俾我哋知啦，究竟係點樣去客觀咁樣去睇一件事，或者乃至於係究竟點樣可以撇除咗適當咁樣用合法理程咁樣去審視一件事啦。成個 talk 咧都比較生動啦，
都係好吸引到我哋去聽同埋留心去聽佢講解咯。